国际新闻来看，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免除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的职务，是外交部长的真功落台了后，最近3个月来，中国第2个互免职的部长。 已经2个月无消息的国防部长李尚福，经过中国官方正式宣布甲免职，这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开会决议的，임纳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互免职，中国国家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嘛，同款互提掉。当前，冷战思维卷土重来，极大地推高了亚太地区阵营对抗的安全风险。 今年65岁李尚福方长的任期仅7个月，伊互免职的原因甲当是无人知。之前传出伊涉贪，8月自告了后是无公开出来。伊目前阁有中国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，按算会对年底召开的中国20届3中全会内面去甲免职。迄讲伫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嘛，做伙免除前外交部长真功的国务委员的职务。真功6月25了后，就拢无出来。7月25号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免除外长的职务。 该和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来接，但嘛是国务委员。在中国主权安全上搞动作，我们绝不退让；在台湾问题上玩而活者，必自焚。 上来接国防部长路透社2礼拜前就根据5个知影消息的人士讲，登记做参谋首长的刘振立是上侪人讲的。香港明报后壁嘛讲，中国军队的高层当地经过大洗牌，为了求稳定，摩拜都会和中国总书记习近平的亲信派第2个中国军委副主席胡伟东来接国防部长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